在这边中西区的时候，平常是还好，可是就是直到假日的话，就是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很多，所以就是机车都很难停，都很怕违规停到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们知道到了假日很多的年轻朋友骑机车到这附近来做这个观光。那机车因为体积小很容易就会随便的违规乱停车所以会影响市容跟影响观光。那我们这个停车场目前是3层楼的设计那总共停车位是103席。那我们未来的这个收费政策呢，会如果是计次的话，会一次大概是20块。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1小时10块钱，那上限是30元。那我们后续会看看这个计次跟计时哪一个比较合适来做适当的研议之后，来公布相关的这个收费的办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民多半以机车代步，加上外来游客也会利用机车游览观光。像是友爱街周边就是观光人潮众多、人车密集的区域。为了改善周边区域的机车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公有老旧闲置建筑物拆除改建为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也是台南市的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将提供给民众更友善、优质、便利的停车空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友爱街新的这个机车停车场，我们觉得很新奇能够骑车来这边我觉得而且这个空间的规划都已经用到极致了。当时我们对交通局的这个要求跟拜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能做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他们在1楼设置无障碍车位然后2、3楼设置一般车位，然后总共有103个机车位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所以说应该这个停车的机车的需求，停车应该是蛮多的，停车需求，尤其是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利用，但是也希望说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挤以及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个民众找不到停车位，还有周边的商机问题，我们都要一并考量。那谢谢交通局以及所有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将来还会再找合适的地点，再设置更多的路外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1月1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黄伟哲进前因为身体无爽快，住院检查，无法度出席议会总质询。康复了后，上午首次到议会备询，都有多位议员关心，并且致电家长为市长加油。接下要议员关心过年期间防疫旅馆甲防疫客停车数量的问题。询问市府是毋是有准备充足，会当应用过年的返乡人潮。市长黄伟泰伫个身体检查出院以后，虽然早就开始来走行程，伫个向议会请假2天过后，上午嘛首次到议会来备询，包括议员李伟智、吕维印，拢纷纷关心市长的身体状况。非常高兴市长终于康复回到议事厅了市长，因为大家足关心你的身体那你是毋是用头10月20月，甲咱的这市民朋友，甲大家请安一个，讲你嘛真勇敢安尼啦谢谢，多谢李议员，感谢市民朋友以及咱议会各位议员的关心其实互我这边安尼，互我感觉一个体会就是健康上重要因为无健康的身体这个厝里的人会担心。嘛较加较劳动市民朋友也是咱的亲朋好友包括议员先进大家嘛会担心所以呢，咱身负顶派有这个责任，咱都要去努力做但是上重要是把身体养好这边的这个检查入院检查甲身体不适互我上大的体会感谢市民朋友甲议员先进的关心甲大家会这个，互大家
挂心对下。可能是因为您太喜欢这个勤跑基层这个你都行程都以20分钟为一个单位所以导致你的休息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足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帮市长加油一下，把你补一下。那个谢谢。这所议员单一点嘛，为目前台湾的防疫准备，包括春节返乡、询问市府相关的局处，伫个防疫旅馆甲防疫客停车的准备数量是毋是充足？议员表示，以目前1月份登记要大已经达到100%，烦恼台南的防疫旅馆根本就无法度应付，而且数量阁是6都上少。上卫生局的官网，必须从这个防疫旅馆的媒合平台的话，提出登记预定的话，要返台7天前才会有这个专员联络。所以会发生什么情形？第一个，他要一个一个去旅宿网上面看，然后打电话去问。然后问了说满房的时候，如果他去平台登记，他7天前他才会得到通知。那对民众来讲说不确定啊，我到底有没有房，是完全不确定的状况。对民众来讲，就会觉得很难以决定说，那我机票要不要订？我到底订不订得到房间都是未知数。那我回来如果没有防疫旅馆可以居住的话，那就防疫就成了问题啊。1月份的部分我们还有房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应该是在这个礼拜我们就会陆续有一些饭店会再加入，然后上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补充的是。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其实政策10+4、7+7+7 10+4+7跟7+7+7在调，还有同住家人的部分是。所以其实这些数字一直都在变化，对。然后还有包含说，民众其实我们是公开可以预约的，他们在台南有预约，可能在高雄没办法可能在其他县市政府，比如说台北、桃园，他可能都有预约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清房。另外，在防疫旅馆的补助方面，议员陈怡丁认为，在桃园、新竹甲高雄拢有加码的补助，不过台南克只维持中央的1天补助1000块，认为诱因无够。对此，观光局长回应，在进前招募防疫旅馆的时，就提供1届性的补助。未来会持续来招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议员餐厅18号结合侪侪社会团体举办关会活动，邀请电视名厨甲台菜王子2位都比赛，现场示范沙巴鱼料理。邀请前10名关会者免费品尝，现场包括市长甲议长也拢到场致意。由台湾农特精品跨岸交流协会主办，一起卷衣袖公益关怀活动。18号上午，伫台南市议会议员的餐厅前的广场来举办，邀请侪侪社会团体，包括东滨爱心会、国际冲塔社、罗条港商团发展协会等，共同协办。只要完成关会，主办单位就赠送咖啡、口罩加全年的礼券等。中岛阁邀请5星级的名厨柯俊年加黄景龙，伫个餐厅来示范沙巴鱼的料理。市长黄伟泰嘛特别到场致意。这个地方地利实在太好，因为每天光是议员、民众不管来议会洽公，或者甚至于市府员工走路的距离就可以来这边来一方面用餐，或者一方面这个休息的时候能够在这边喝个咖啡，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感谢议会提供这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空间，能够让员工也好，还有市府同仁也好，还有我们下方的民众也好，都能够来这边。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伫个电视名厨甲台菜王子2位现场的料理示范，主办单位嘛特别邀请前10名关会者免费来品尝沙巴鱼的料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文化部三店18号伫台南大运动百货广场举办开幕典礼，活动由欧王国小的太鼓队揭开序幕，并且将弘前睡魔记缩小规模，伫现场做表演。为今仔日开始到11月26号，只要消费满1000，就当得到1粒限量的弘前苹果。
18号上午，伫台南大圆柏一楼的广场举办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的文化物产展。活动的一开始，透过俄望国小的太鼓队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活动中，台南市府市长赵清惠嘛特别感谢日本伫咧疫情的期间对台湾的协助，并呼吁民众有时间会当来到大圆柏6楼的活动中心，来促进台日的交流。每一年这样办理之后，愈来愈盛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的广场来办理我们这次弘前市的嘉年华会。那我最先要感谢我们日本的这个加藤所长代表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来跟日本感谢，在台湾的这个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呢谢谢我们日本在 AZ 疫苗里面陆陆续续提供了我们将近450万剂的疫苗，可以让我们台湾度过最紧张的时间。那也谢谢我们这个台南市，我们跟弘前市也是友善城市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已经非常的深厚。那所以我们今天咱市民朋友跟咱附近的这个不管是里长啦或者是我们路过的台南市民，一定要用我们的新台币来帮助或者是来给我们青森弘前市的苹果来下架咱大家都会当伫12月到12月5号之前可以来买最好的苹果。开幕式经特别甲日本当地文化弘前睡魔祭，以简单化的方式邀请现场的贵宾做伙来参与其中。台湾的人民台南市的乡亲可以在我们也都买到最高级的苹果，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有一句俗语，1天1苹果，医生远离我，所以这个大家要多吃苹果。那今年展售除了苹果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加工食品，比如说苹果汁、苹果干、苹果蛋糕。很多东西，甚至有弘前市很多文化的物产也都来了，比如说米啦、水啦，还有很多咖啡，很多展售的非常多。那除了这个物产以外，还有文化。你知道，刚才大家看到的照片，那个影片，弘前市1年4季有不同的文化。春天的时候是樱花，大家看到非常漂亮，它是全日本里面最有名的樱花。第二个是那个秋天的枫叶大道，你看非常的漂亮。我另外再加2个，夏天那个睡魔祭是日本一个很大的祭典。夏天你到日本可以看到睡魔祭，非常传统、非常浩大的一个那个睡魔祭。冬天我们台湾人很喜欢的那个雪景，它是皑皑白雪，非常的漂亮。那远东百货除了做这个活动以外，我不忘公益，我们今天跟日本弘前市也准备一些苹果。今天送土岐苹果 Turkey 是比较甜的这个苹果要送给欧湾国小我们做一些公益，然后希望在这段时间大家能够逛远东百货，买到最好吃又健康的苹果及苹果产品。除了太鼓队，现场嘛邀请到幼龄园的小朋友用鼓队表演的方式来迎接贵宾到6楼的嘉年华会现场。现场除了有大个芳的苹果以外，嘛有真侪弘前市当地传统的伴手礼，伫咧活动期间来到这消费满1000，就会当得到1粒限量400粒的弘前苹果。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一个城市公共便所的清洁程度，会当看出人民的素质。市府环保局伫联合国世界公厕日进前，举办台南市节友公厕表扬，由市长黄伟哲亲身颁奖，感谢得奖的单位甲清洁人员的努力，为大台南的环境加分。11月19是联合国世界公厕日的日子，市府环保局特别伫公厕日的前一天，办理台南市节友公厕颁奖，为台南市列管的5722座公厕当中，评选出金、银、铜以及最佳优胜公厕。今年的评比总共有15座公厕得奖。1119就是世界厕所日。这个世界厕所日像119一样人生有3级那上厕所是1级，所以厕所的安全干净是大家所重视的。台南作为一个观光城市，没有理由不把公共厕所做好。我们现在有管制、有列管的公厕有5722所，那我想说这个部分非常谢谢我们的公厕的清洁人员。也有赖我们全体市民还有使用公厕的使用者共同维护。当我们发现公厕如果有肮脏脏乱的时候，赶快去跟
这个公所或公厕的管理单位联络，那务必要让这个公厕做得很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有人说马路是市政市府的城市的门面，但是我觉得公厕也是，所以说很希望说借着这个表扬，一方面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也肯定许多做得好的人。伫东区育成里活动中心的礼仪公厕，不但会让看到美丽的插画，还有人工日墙以及声音提醒等等，后来使用便所的民众拢感觉到规划用心。一进去，它有一些语音导览，然后整个视觉都是非常的鲜明，然后在标示上也非常的清晰。尤其是里面的公厕非常的干净。对，那在使用上会觉得，即便是一个那么小的空间，我觉得很被尊重。我们所谓的礼仪公厕呢，是更人性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在设施上面呢，比如说我们男性的脚踏板的脚踏的位置呢，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不会让这个尿液呢随便溅洒。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有女性朋友呢，她有带小孩子等等，这些呢在帮小孩子能够换尿片啊，或是这些清洗工作的时候呢，能够更方便。除了颁奖肯定，对着维护不良的公厕，环保局也会强制清洁人员以及管理单位参加教育训练，学习公厕清洁技巧，并会加强负责。若是阁无合格，就会开单处分。台南市今年已经有5件被开单，种的作为就是希望会当提升咱市公厕品质。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湾王爷祖庙南昆新大天府办理昆新王平安盐祭活动，今年迈入第18档。为了扩大宣传，18号特别举办记者会，邀请市长夫人刘玉金、市府的副秘书长王阳志等贵宾共同来参与。拥有359档历史的南昆新大天府，为将王爷信仰传达给更多人，并为国家人民祈福。庙方伫18档前开始办理昆新王平安延祭，办理以来活动一档比一档更受人注目。今年的2020昆新王平安延祭也将伫咧11月22日2天甲民众见面。今年真特别，邀着万神爷来做代言，佮配合着咱的五行就是讲咱的福袋设计颜色有4大密码，就是猪形嘛佮咱的颜色个建筑。个咱的文字所以以后阮的设计就是6年一轮就对了明年就是南昆新大天府建庙360周年，市长夫人刘玉金以及副秘书长王阳志表示，一定会结合市府各局处合作，扩大庆祝南昆新大天府360周年。在360年这么大的一个盛事可以庆祝它360年的这个文化季的话，那当然市政府绝对不会缺席一定不会缺席。当然跨局处室的一些不管是在教育局、文化局、民政局，或者是卫生局和警察局等等，需要一些互相协调的，我相信我们的王副秘书长他会出面来做一些协调。南昆新呢，在这里已经建庙359年，在全国是非常受我们敬仰的一个五虎千岁都在这边这个是我们非常神圣的一个宗教一个大庙我们都很。在这里非常的仰仗我们这五虎的庇护，我们才可以国泰民安。工作人员当日加紧脚步，将总重108吨的盐布置在整个会场。活动当天，现场不但有真侪美食以及第三单位，还有廖琼枝歌戏表演以及动机车队，活动非常精彩。
欢迎市民大众20、21天做伙来南昆新大天府参拜祈福。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7个龙山社区启动线顶线卡的整合来行销社区，透过学习经营网络社群媒体，第一波推出山寮故事、龙山风景摄影展。作品是社区的总干事王胜华，多年来将当地人文特色甲自然的风光用心记录的成果。17岁上午来到7个的龙山社区，已经了社区一直咧努力发展社区的行销，促进在地的观光。头一杯活动由社区的总干事王胜华真侪年来所累积落来摄影作品来举办山寮故事、龙山风景摄影展。因为今仔日呢，阮来开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推展着阮山寮、龙山山寮的故事。阮为什么叫做山寮？这是阮以前阮山寮呢，离迄个50年前、60年前的时阵，阮就做山寮。尾了，阮个改做龙山。所以今仔日呢，阮后壁咧展览的迄个相片，阮就是要介绍着阮过去50、60年前、60、70年前的这个故事，要来互全国的朋友知。主要这个展览呢，就是我们是用这个竹架的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边的在海上漂浮的一个科棚的意象，所以我们就是用科棚的意象去搭建这个就是竹架的墙，然后有请师傅一起来这边做搭建这样子。那这个摄影展它的规划的话，就是主要它的两面是分为这边是龙山的自然风景，然后龙山的自然风景的话会分成就是龙山有3宝嘛，就是大家通常知道的龙山的3宝就是虱目鱼、五锅鱼还有鹅啊，所以这面墙主要是在呈现一些龙山3宝还有西湖风光的部分。活动现场有龙山国小的跳鼓队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现场嘛看到每一张充满在地文化特色的相片，并嘛拢有结合龙山三宝、沙巴鱼、南洋台啊、甲鹅啊。我当初渔业署请渔会跟我还有长荣大学去台北开会的时候，希望我们找出一个亮点渔村来做一个计划。那我们南县区渔会这边也思考很久。那第一点是我们希望这个能接近生态。那龙山社区刚好是符合我们这个亮点计划。那第一是因为它是一个渔港的渔村，那它的养殖面积附近也很辽阔。那重点呢，它还有一个七股细湖。所以它除了养殖之外，那还有沿岸捕捞，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亮点计划的重点渔村。那也希望说借由这个亮点计划呢，能提升我们渔村的繁荣。这摆社区嘛要特别感谢渔业署、南关区渔会，佮有中英大学的指导，协助社区用透过甲传统无同的方式行出去，要互大家看会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